伫新竹种茶花面积有15公顷，不过因过茶花敢若伫寒冷会开花尔。即马当地产销班透过改良，希望未来规年烫天，一年四季拢有茶花通好看。茶花水水，互人看了真爽神。今年受到天气影响，比过去慢个外才开花，不过品质是同款真好，尤其愈晚新正开甲愈旺。花期有点晚，但是现在的这个气候来讲呢，现在陆陆续续呢，我们茶花现在是越开越好，现在其他的品种也陆续都已经开放了。如果说在农历过年那段时间的话，是等于是我们的早期的、中期的这个都衔接上了，那个时候是我们茶花开花的一个最高峰的一个时段。过去干那第寒天才有茶花通好欣赏，即马透过技术改良，望未来一年四季，和茶花拢会使开花。一般我们的观念就是说，夏天太热，种花种不活。有去改良厂去请教他们请他们提供我们以技术方面的协助。现在我手上大概有20个品种左右了，20个品种，夏天的茶花，在我们台湾很适合我们台湾的气候，然后也好种。新竹市茶花栽种面积有15公顷，品种有1500多种，透过花农不断改良进步，希望更加提升茶花产业价值。记者刘君豪，新竹报道。